释迦牟尼佛的一生108图传，点击下载 Doc 格式阅读。001 The Hermit Sumedho makes his aspiration。苏弥陀隐士，伊恩著，即善慧隐士，果得马佛陀寺阿僧之10万大劫前的前世，以身作鹿供养燃灯佛。他当时已经修行到能使用神通了，但是为了表达对燃灯佛的尊敬，不使用神通修路。他身后那位女子应该就是耶稣陀罗的前世。当时他一看到苏弥陀隐士就非常喜欢他，于是把自己用来供养燃灯佛的莲花分了一大半给苏弥陀隐士。燃灯佛对苏弥陀隐士预言说，这位女子将生生世世都跟着你，无论她哪生作为你的妻子。释迦牟尼佛的一生108图传，点击下载 Doc 格式阅读。001 The Hermit Sumedho makes his aspiration。苏弥陀隐士，伊恩著，即善慧隐士，果得马佛陀寺阿僧之10万大劫前的前世，以身作鹿供养燃灯佛。他当时已经修行到能使用神通了，但是为了表达对燃灯佛的尊敬，不使用神通修路。他身后那位女子应该就是耶稣陀罗的前世。当时他一看到苏弥陀隐士就非常喜欢他，于是把自己用来供养燃灯佛的莲花分了一大半给苏弥陀隐士。燃灯佛对苏弥陀隐士预言说，这位女子将生生世世都跟着你，无论她哪生作为你的妻子，都会贤惠而美丽。燃灯佛后来并没有从苏弥陀隐士身上踏过，而是在为他受记之后，恭敬地又绕而过。按照上座部佛教的标准，只有像苏弥陀隐士那样正式得到一位佛陀的受记，才能被称为菩萨。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2 Queen Mahamaya's Dream。皇后摩诃摩耶的梦，伊恩著，夜梦白象，菩萨入胎。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3 The Birth of the Bodhisattva。菩萨出生。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4 Kale Devila the Hermit being shown the newborn Bodhisattva。修行者卡拉德维拉为刚出生的菩萨看香。伊恩著，也就是阿斯陀仙人，他已经证得了非想非非想处定，而且知道自己要过世在佛陀证道之前。证的这种定的外道沙门一般会转生在与他相应的天界中，而该处天界因为不存在物质，所以无法聆听佛陀的教导，他因此而垂泪。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5 The Bodhisattva entering the attainments under the rose apple tree。菩萨幼年在阎浮树下自行进入初禅。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6 The Bodhisattva picking up the goose wounded by Devdatta。菩萨抱起被提婆达多射中的白鹅。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7 The Bodhisattva displaying his archery skill。菩萨展示天生剑艺。
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8 Taming the Wild Stallion， 菩萨驯服烈马。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09 The Wedding Ceremony of the Bodhisattva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Yasodhara， 当时还是王子的菩萨和耶输陀罗公主成婚。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0 The Four Omens， The Old Man， The Sick Man， The Dead Man and the Recluse， Bhikkhu， 菩萨出游遇到的四大事项：病人、死者、老人和修行者、比库。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1 The Bodhisattva's last look at his son before going forth into homelessness， 菩萨出家而为无家前望向儿子的最后一眼。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2 Renunciation of the head hair， 菩萨出皇宫后自行断发，表示出家。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3 Encounter with King Bimbisara， 菩萨遇到宾比萨拉国王。伊恩注：答应成道之后再去见他。当时菩萨起时经过王宫，宾比萨拉国王，他比菩萨小5岁，见到菩萨相貌举止庄严，深为触动，就派人跟随到菩萨的修习处，想封赐他一个宫廷高官。菩萨拒绝了这个，并且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和志向。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4 Learning the Seven Attainments from the Hermit of the Kalama Lineage， 从卡拉玛传承的沙门学习四禅八定中的第7种定，无所有处定。伊恩注：向外道导师阿罗罗迦罗摩。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5 Learning the Eight Attainment， 学习四禅八定中的第8种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伊恩注：向外道导师玉陀迦罗摩子。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6 Practicing Dukkha Austere Asceticism， 修习苦行饥饿行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7 A Magnificent Dream， 菩萨成道之前5大预示梦之一，头枕雪山，手达两海。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8 The Dreams， 菩萨成道之前5大预示梦之复生蔓藤，诸鸟化白，众躯象征众生，环绕摄粪山不染。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19 Offering of Milk, Rice by Sujata, the Wealthy Man's Daughter， 成道前接受大富长者之女苏雅塔的乳粥供养。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0 Vanquishing, Victory over Prince Mara， 战胜天魔王的诸魔君。伊恩注：佛陀在记中提到过10大魔君的名字：第1君爱欲，第2君不乐，第3君饥渴，第4君可爱，第5君昏沉，第6君恐惧，第7君怀疑，第8君恶毒顽固，第9君名闻利养，第10君自赞贬他。那时佛陀还未成道，没有什么超凡能力。他以凡人之躯面对这些魔君时的态度是：我挥不退之战旗，我说惜命未可耻，宁可战死于沙场，不愿失败而苟活。据说当时佛陀吃过乳粥之后，就扬手将钵盂弃在河中，意味着若不成道，这就是他吃的最后一餐。SM3-2经典里也记载有很多后来的阿拉罕在证果之前都有这种不成道宁可死的心态和做法。雷迪长老的著述里有提到这种心态实际上就是4神族之一
遇神足的体现。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1 Attaining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证道成佛，觉悟。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2 Victory over Mara's three daughters 无视天魔王3个女儿的诱惑。伊恩注，据说当时这3位他化自在天的天女，变化出所有年龄段有可能对男性形成诱惑的女性形态，用尽所有的方式试图打动佛陀。天魔所在的他化自在天是欲界天最高等的一层，经典里有提到，和欲界天的天女相比，凡俗世界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都会显得像猕猴一样难看。后来有位老婆罗门叫马干迪，想把她美丽的女儿嫁给佛陀时，佛陀就提到这件事，说即使是当时那样的天女，我都不再动心，何况你的女儿。参见后图。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3 Offering of rice cakes by two merchants 2位商人供养米糕。伊恩注，他们是此世间最早的皈依者，当时世尊手里还没有容器受食，而历代诸佛都不以手直接接东西吃，所以图里佛陀有点不收的意思。随后4大天王各带了一个钵献给世尊，相传世尊将4钵化合为一，然后受食。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4 Encounter with Upakataka 遇到尤帕卡塔卡。伊恩注，世尊成道后，前往鹿野苑度化5比库途中遇到的一个沙门，那时世尊还未开始弘法。这位沙门问世尊学的是谁的教法，世尊回答，我于世间无有师，也无与我同等者。这位沙门回答，朋友，但愿如此，似乎不太愿意相信。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5 Delivering the Dhammacakka Sermon to the Five Disciples 向鹿野苑5比库初次传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6 Wealthy man's son Yasa and his family meeting the Buddha 大富长者之子耶舍和他的一家遇见佛陀。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7 Dispatching of the Sangha on missionary works 派遣僧团前往各地弘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8 Venerable Uravilakasapa admonishing the Serpent King in the Tinder Shed 佛陀在优楼频罗迦叶的草堂中降伏蛇王。伊恩注，英文原文可能有误，原文直译是优楼频罗迦叶尊者在草堂中劝说蛇王。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29 The ordination of Uravilak 度化优楼频罗迦叶。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0 The brothers Nadikasapa and Gayakasapa find plates of hair floating down from upstream 那迪迦叶和迦雅迦叶看到从上游流下的须发。伊恩注，上述优楼频罗迦叶是他们的兄长，这3位迦叶是当时一个外道修行团的首领。老大优楼频罗迦叶皈依世尊之后，剔除须发，让须发随溪流而下。他的2个迦叶弟弟看到须发之后，赶紧去探望哥哥，然后也都随哥哥皈依了世尊。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1 Encounter with King Bimbisara 会见宾比萨拉国王。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2 Meeting of Asagisthara and the future Sariputta 还未出家的舍利弗长老遇到阿沙基长老。伊恩注，
舍利弗尊者就是这时候听到那首有名的记诸法因缘声，正悟出果须陀喊。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3 King Sadhana, the Buddha's father, inviting the Buddha to the palace. After expressing disapproval of setting out on the alms round. 净饭王，佛陀的父亲，邀请佛陀回皇宫接受供养。当时他表示不同意佛陀进行托钵。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4 Queen Yasodhara paying obeisance to the Buddha. 耶稣陀罗王后顶礼佛陀。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5 Queen Yasodhara pointing out the Buddha to her son and telling him to ask the Buddha for inheritance. 耶稣陀罗为佛陀的儿子指出父亲，并让他去向佛陀求取继承权。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6 Prince Rahula asking for his inheritance. 罗睺罗王子向佛陀求取继承权。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7 Ordination of the six princes and Upali, the barber. 剃度氏家族的6位王子和理发师五巴黎。伊恩柱及送出律藏的那位长老。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8 The wealthy Anathapindaka purchasing land for a monastery. 大富豪给独孤长者以金币覆盖地面的方式购下园林献给世尊作为寺院。伊恩柱及支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是向支陀太子购买这个园林。支陀太子说，除非用金币覆盖整个园林，否则不卖。给孤独长者就真的拖了大批金币来覆盖地面。当金币覆盖到还差最后一块地皮的时候，支陀太子说不用再拖金币来了，剩下这块的就算是他供养的，如图情形。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39 Preaching a sermon on peace to the townspeople of Kapali and Kalia. 向卡帕里和科里亚的村民宣讲有关和平的法。伊恩柱中间那条河叫罗西尼，同时灌溉河岸两边的田地。这二族村民为了河水几乎要起流血冲突的时候，佛陀制止了他们。佛陀后来轮流在2个村子驻留，各有不少民众皈依。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0 Wealthy man and his people come to challenge doctrines. 一个富人带着他的人马来质疑教义。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1 Favorable Pingala obtaining the sandalwood alms bowl of the wealthy man of Rajagaha. 宾杜拉尊者用神通取得王舍城一个富豪的沉香木钵盂。伊恩柱那个富人设置了一个活动，把一个沉香木钵盂放在一个高杆之上，挑战任何当时的修行者，看谁有能力把它拿下来。宾杜拉尊者在目犍连尊者的推让下，用神通浮空上去把它取了下来。佛陀责备他滥用神通，那个沉香木钵盂后来被交给僧团研磨成沉香木粉膏。Ven 2.110F DHA.3.201FF J 4.263。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2 Brahman Magandi and wife offering their daughter to the Buddha. 婆罗门马干迪夫妇想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佛陀。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3 Queen Magandi ordering the drunkards to hurl vituperations at the Buddha. 马干迪王后命令一群醉汉去辱骂佛陀。
伊恩注：这位马甘迪小姐据说非常漂亮，无数贵族妇人追求都不放在眼里。她的父母本来想把她许配给佛陀，佛陀为他们说法之后，她的父母证悟阿那含果，并且随佛陀出家不久后证悟阿拉罕果。但是佛陀的拒绝让这位马甘迪小姐深感耻辱。后来她成了高沙比国王的第3个王后，一直找机会报复佛陀和他的信众。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4 The female wandering ascetic Sinkamanaka accusing the Buddha。女游方行者辛卡玛纳卡诽谤佛陀。伊恩注：一个外道团体因为佛陀削弱了他们的供养，所以让这位女子来毁坏佛陀的名声。这位女子故意让别人看到她晚上往寺院的方向走，早上从寺院的方向回来，然后几个月后用木头绑在肚子上，装作怀孕的样子。在佛陀对大众说法的时候，跑去指责佛陀不负责任。后来帝释天让一头耗子咬断了他绑木头的绳子，让他露馅。据说他被赶出寺院门的时候，就堕入地狱。这女子前世也曾经对菩萨做过类似的事。DHA.3.178F、J4.187F1-69。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5 Heretics parade in town with the body of the female wandering ascetic Sundari, and hurling accusations at the Buddha。游方沙门抬着一个女游方沙门孙陀利的尸体在村子里游行，散布对佛陀的谣言。伊恩注：他们先让这位女外道被人看到经常出入寺院，然后把她谋害之后，对众人说这是僧团对他行了欲邪行之后又杀了他。佛陀让比库在被辱骂的时候回答说谎之人堕地狱，说此恶事非我为者亦然，二者命中于来世，将如恶徒同下场，并预言这谣言最多持续7日。后来果然谣言7日平息。UD4:8。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6 Bodhi Prince inviting the Buddha to his abode across a walkway of white cloth。菩提王子用白色帛布铺的，邀请佛陀前往他的住所。伊恩注：菩提王子用白帛布铺的，邀请佛陀进他的宫殿阴宫，3次请佛陀踏上帛布而入，佛陀都静默不动。阿难达尊者于是告诉王子，如来不踏帛布之道，让他撤去帛布，如图的手势。王子供养后，问佛陀要多久才能证道。佛陀回答，只要具备5种精勤，有信、不病、不奸诈、有情、有慧，就可能在7年之内实现。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7 The conversion of the ogre Alavaka。度化旷野夜叉阿拉瓦卡。伊恩注：世尊当时在旷野中这名夜叉的住处里，这名夜叉刚开始企图直接用暴力驱逐世尊，但是发现用最强大的法宝都无法伤害世尊，于是他问世尊如何才能解脱痛苦，什么样才是最好的生活，什么是最好的宝物，如何才能在死亡的时候不忧愁等等问题。世尊为他说法，他皈依为优婆塞。小部 Sattanipata 1.10。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8 The Buddha being reproved by the teacher but lauded by the pupil。外道师降指摘佛陀，学子却赞叹佛陀。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49 The conversion of the bandit Angulimala。度化盎古利马喇，杀人大盗。
伊恩注，这个名字直译是用手指串成的相环。当时佛陀使用了一种空间能力，让对方无论如何也追不上自己。于是盎古利马喇大喊让佛陀停下。佛陀回答：我已经停下了，现在是你该停下，指对方所行的业。盎古利马喇本来也是高等种姓出身，教育良好，但是受外道影响，认为要杀满1000个人，用牺牲者的指头串成相环，这样可以升天。当时他已经杀了999人，造成当地巨大的恐慌，国王都派军队来抓他，他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杀，即将对他自己母亲，可能是土里远方那位，下手的时候，佛陀及时出现度化了他，后来他成功证悟阿拉罕果。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0 On being queried the death of one's father, the Buddha breaks a pot of butter and an earthen pot and delivers a sermon. 当被询问有关一民众之父死后归宿的问题时，佛陀打破一个黄油罐和一个陶土罐，借此来进行说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1 The citizens preventing King Pakusati from going to the Buddha. 民众想阻止普库萨提国王去找佛陀。伊恩注，这图可能反映的是佛音尊者对这事的注释版本。当时普库萨提国王是和宾比萨拉国王同时代的一个国王。塔卡西拉国，两国国王通过商旅往来而交情日深，虽然从未谋面。普库萨提国王有一次送了极其昂贵的礼物给宾比萨拉王，宾比萨拉王感到实在没有能对等的东西回赠，于是他把佛陀的教法铭刻在黄金碟片上送给普库萨提王。普库萨提王读了之后，顿时失去对王位的兴趣，自行落发，步行192游巡去王舍城找佛陀。图里可能是他的民众在试图挽留他。佛陀当时在沙瓦提城，不在王舍城。他用天眼知道这事后，就主动步行去找普库萨提，并为他说法。普库萨提后来被一头疯牛顶死，死时已经是阿那含圣者。MA 2.979 ff。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2 Akosipharadvahari proving the Buddha。阿库萨巴拉多雅质疑佛陀。伊恩注，这位婆罗门有个兄弟，因为其妻子崇敬佛陀而心生不满，跑去和佛陀辩论，问佛陀杀什么可以得安稳和无忧。佛陀回答：杀嗔恨可以得安稳无忧。他的兄弟因此敬服皈依，出家为僧。这位阿库萨巴拉多雅婆罗门因而感到非常愤怒，就跑去辱骂佛陀，也被佛陀劝服皈依。他的2个弟弟因为兄长出家，也愤怒地跑来辱骂佛陀，同样为佛陀所折服，皈依出家。这4兄弟后来都证得阿拉罕果。僧团后来在议论这件奇妙的事情时，佛陀告诉他们，因为佛陀具有忍辱之力，所以在罪恶之群里无有罪恶，能以真谛作为众人的皈依。DHAV 399。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3 Ajay Jitara and the Queen Samavati。买花侍女库竹达拉和王后沙玛瓦提。伊恩注，库竹达拉是负责给当时高沙比国王的王后沙玛瓦提买花的侍女，她总是拿了8个金币，却只买4个金币的花，贪污掉一半。后来遇到佛陀说法，当场证悟出果。第一件事就是买足8个金币的花，然后坦白自己之前的错误。
图中描绘的应该就是这一幕。王后沙玛瓦提为此触动，让他每天去听佛陀说法，回来给自己复述。库竹达拉复述的经文收集为现在的如是语经，而沙玛瓦提王后就是后来著名的修慈心第一的女弟子。慈心之力强到国王因误解而射向他的毒箭都被反弹回去，国王也因这件奇事而皈依佛陀。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4 Stepmother Gotama requesting establishment of the Bhikkhuni order and being ordained a Bhikkhuni。佛陀的姨母狗达米请求成立比库尼僧团，并受戒成为一名比库尼。伊恩注：左上图是阿难达尊者代他求佛陀允许女众出家。佛陀考虑到女众出家会影响正法在这世界驻留的时间，而连续拒绝了3次。阿难达尊者提及狗达弥对佛陀早年的养育之恩，而再三请求，佛陀终答应，但为比库尼设了8禁法，以尽量削弱此事的负面影响。右下图是狗达弥受戒的情形。他并不以一般比库尼受具戒的方式来出家，而只是答应接受8禁法。后来有比库尼质疑他的受戒方式，佛陀说他能接受8禁法就是受具戒。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5 Delivering a sermon to the Queen Khema， 向科玛王后说法。伊恩注：科玛王后是佛陀女弟子中的2位上首之一，称为智慧第一，相当于男弟子中舍利弗尊者的地位。图中应该是她第一次听佛说法的情形。科玛王后之前非常为自己的美丽而自负，佛陀知道她的心念，所以用神通变出一位比她美得多的女子在身后摇扇。科玛深感不如的时候，佛陀让他看到这位女子迅速从年轻貌美变到中年，再到老年、衰朽、死亡。图里右边3位女子应该是表示一个时间次第过程。科玛王后因此受到极大的触动，佛陀趁机向她说法。她在第1段说法结束的时候证得出果，第2段说法结束的时候直接证到阿拉罕果，并且随后出家成为比库尼。他这样迅速的证果，是因为宿世以来已经累积了极强的波罗蜜。91劫前，他就曾经是当时的维巴西佛的弟子。这一劫前3位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也曾经服务过僧团。他过去世也曾经做过菩萨的妻子，那一世菩萨和他2人修死随念的境界都很高。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6 Padhakari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帕达卡利来到佛陀面前。伊恩注：这位帕达卡利是沙瓦提城一位大富商的女儿，年轻的时候和家里一位男仆私奔生子。在她生第2个孩子的时候，遇到一场暴风雨。她丈夫在砍树给她搭棚子的时候被毒蛇咬死。第2天，她带孩子们渡河的时候，刚生下来的孩子被老鹰叼走。第1个孩子则被河水冲走，她悲痛地回到娘家沙瓦提城里，又得知她父母一家也在那场暴风雨里被倒塌的房子全部压死。短期内连续的巨大打击让她顿时疯掉，扯碎了自己的衣裳，到处哭喊。当时佛陀正在沙瓦提城给孤独园里说法。他让众人不要阻拦帕达卡利，让他跑到自己面前来，然后一句话就让他恢复了神智，并且告诉他多生以来你因为失去亲人而流过的泪水比4大洋的海水还多，所以亲人子女都不会是人生的依赖，你为何还在放逸 ？DHP Kami
2-268 VL2-255，帕达卡利当场证悟出果，后来出家精进，在一次修习前用真波灭油灯的瞬间证悟阿拉罕果。他是女弟子里持律第一，相当于男弟子里五巴黎尊者的地位。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7 Kisagatamit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吉沙狗达弥来到佛陀面前。伊恩注：吉沙狗达弥婚前贫穷，难得一位妇人看上了他，和他成婚。但是他一直得不到夫家的认同，直到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夫家终于因此接纳了他，故他非常重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不幸因病去世的时候，吉沙狗达弥感到无法接受，一直执着的要向人们讨要想复活儿子。最后他去请求佛陀。佛陀说，只要他能拿到没有死过人的家庭所拥有的一点芥菜籽，就可以用它治好儿子。吉沙狗达弥跑遍全城也找不到这样的家庭，最后他终于领悟到佛陀想要他知道的道理，回到佛陀那里。佛陀问他找到芥菜籽了吗？他回答，芥菜籽的事情已经解决了，请允我出家受戒。佛陀于是对他说法，让他证悟了出果。吉沙狗达弥后来出家精进，证悟了阿拉罕果。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8 Befriending the Farmer。教助跟者。伊恩注：这里没有提到名字，所以个人从画面推测是佛陀成道第11年的时候，在王舍城南山托钵时发生的事情。当时跟着波罗多波瑟在组织大规模的耕犁作业，世尊前往托钵的时候，他们正在田间用餐。于是他们对世尊说，我们要这么辛勤耕犁才能得到东西吃，你也应该这样劳动才能得到收获。世尊用偈回答说，我也在耕犁播种，土里的姿势智慧就是我的二合离，正念是我的锄头和鞭，这样的耕耘，圣地就是我的收成，不死的甘露会是成果。跟着波罗多波瑟因而折服，用铜钵圣粥要供养世尊，但世尊因为这次供养是先诵偈才得到，所以依诸佛惯例不能接受这样的供养，并预言这粥已经变得有毒。他让对方把这粥倒在无生物的水里，入水的时候出现这粥有毒的迹象，跟着波罗多波瑟因而感到恐惧，皈依世尊而出家，后来证得阿拉罕果。SN 一冒号4表情符号困惑7:11分。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59 Meeting the Sanitation Worker Sunita。陆域清扫工苏尼塔。伊恩注：苏尼塔是王舍城一个石花叶家族的成员。他当时正在从事极其困苦和低贱的街道清扫工作。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的潜质，于是在一个清晨，他正在扫地的时候，特地前去见他。他看到佛陀的时候，敬畏的无地自容。佛陀问他要不要出家成为一名比库，他狂喜地答应了。佛陀带他回到寺院，给了他一个禅修的业处，他依此证悟了阿拉罕果。从此许许多多的人和神都来敬拜他。他此生的低贱是因为过去世曾经对一位辟支佛说过不敬的话。lag 点 vss 620/31 lag AI 540F。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60 The Samanera Sopaka being abandoned in the cemetery with a corpse。沙马内拉苏帕卡和一具尸体一起被丢弃在墓地里。
伊恩注：苏帕卡在巴利文里是贱民的意思，因为他是一名墓地工作者的儿子。古印度一般从事这类不敬行业的都是低等种姓。他出生4个月的时候，父亲就突然去世了，他被叔叔收养。在他7岁大的时候，因为和叔叔的孩子争吵，所以他叔叔把他和一具尸体捆在一起丢在墓地里，想让豺狗把它们一起吃掉。午夜豺狗群出现，他吓得大哭。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果的潜质，于是设法营救了他。图里似乎是派遣一对比库去救他，另外各记载是直接对他放了一道光，让他得到力量，自己挣脱了绑缚，然后来到佛陀的住所。那时他正得了出果，他妈妈后来去找他，找不到，就去问佛陀。佛陀先把苏帕卡隐身在一边，然后对他妈妈说法，他妈妈因此证得出果。而苏帕卡同时证的阿拉罕果。苏帕卡的前一世是一位精通吠陀的婆罗门，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在不久前，当时佛陀预见到他很快就要过世，所以前去见他。苏帕卡的前世向佛陀撒花位座表示尊敬，佛陀对他说法之后从空中离开。他过世之后就转生为这一生7岁正果的苏帕卡。lag 点 vss 480横线6 lag AI 477f API 64f KHPA 76 DHA 4.176f 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61 Venerable Ananda receiving offering of water from the maiden of low caste。阿难达尊者向一位低等种姓的女子托钵药水。伊恩注：这图可能反映的是北传经典里记载的摩登伽女的故事，南传经典里个人暂时未读到类似记录。这位女子据说名叫波吉蒂。阿难达尊者当时不在乎对方种姓卑微，依然向她托钵。他被阿难的风采迷住，用了各种方法想要诱惑他，包括让他的外道母亲使用幻术迷惑阿难达尊者。佛陀后来告诉他，阿难达是位修行者，他也必须出家修行才能和他般配。他修行之后觉悟到自己的愚痴，主动放弃了之前的想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62 The unwholesome karmic result, Vipaka, of Venerable Kundadana。坎达多那尊者不善宿业的果报。伊恩注：坎达多那尊者前世曾经是一位的居天，当时他看到有2位比库亲密无间，所以想试探他们的友谊。于是当其中一位比库暂时离开另一位比库进到一处林子里去的时候，他变成一位女子，衣冠不整地从那个林子里出来，让另一位比库误认为他那位朋友戒行不敬。这一不善业的果报让坎达多那尊者此生出家托钵的时候，总会让别人看到他身后有一名女子像他女友一样在跟着他。如图所示，他其实只是一个幻影，而他自己却什么也看不到。这个现象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非议和烦恼。图右边的几个人就在纷纷议论。后来高沙喇国的国王巴谢纳的听说之后，亲自前来测试，证实那女子只是一种业报造成的幻影。于是他发心供养坎达多那尊者，让他不必再承受外出托钵带来的麻烦。坎达多那尊者也因此得以专注精进，证悟了阿拉罕果。从那之后，那个女子的幻影就不再出现了。AAI 146FF Lag AI 62FF Also API 81F Lag 15。佛陀的一生108图传。
063 The Buddha and the old Brahmin who was searching for his lost cattle. 佛陀和一位正在寻找丢失牛脂的老婆罗门。伊恩注：这可能是出自北传咸鱼经、非南传同名经的典故。这位老婆罗门家境贫寒，终日受恶妻辱骂，所生的7个女儿嫁出去后又不断回家讨这讨那，增加负担。印度人嫁女儿要支付沉重的嫁妆，否则女儿在夫家没地位。他那日借了头牛耕地，又不慎丢失，所以深感自己怎么如此不幸。找牛的时候看到佛陀平静地坐在树下，觉得佛陀才是最快乐的人。佛陀读到他的心念，就邀请他出家，并且为他说法。他当场证悟了阿拉罕果。这位老婆罗门过去生也受过佛陀的恩典。当时佛陀是一个国王，他是一个因为无心之失而连续闯祸的倒霉人。佛陀的前世则帮他一一排解。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64 Venerable Angulimala being chastised by the townspeople. 盎古利马喇尊者被村民责打。伊恩注：盎古利马喇尊者被佛陀度化出家之后，始终坚持4种被允许的苦行：树下住、穿粪扫衣、仅持3衣、托钵乞食。尤其是坚持亲自托钵乞食这一点，对于一个恶名昭彰，甚至需要一名国王带着大批军队来围剿的前杀人魔王而言，是非常艰苦难得的。他因为从前的罪行很难讨到东西吃，但是依然坚持。图里反映的应该就是他经常遇到的一幕：被认得他的人责骂追打。有一次他在沙瓦提城被打得头破血流，佛陀告诉他，让你承受现在这痛苦的业，本来会让你在地狱里被折磨无数年。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65 The offering of alms by the wife of the general Malika. 玛丽卡将军的妻子供养钵食。伊恩注：英文可能有误，图里可能是高沙喇国王巴谢纳德的玛丽卡王后。她原来只是个制作花环的平民女子，因为布施佛陀而当生，得到成为王后的机缘，后来成为僧团的著名施主之一。我个人暂时没有读到有玛丽卡将军这样的人物，待查。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66英文原文空缺。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67 Heretics Parade in Town WI. 沙门在村子里游行。伊恩注：这个英文疑似和第045重复，也和图中内容不符。从图的内容推测，可能是反映当时一位富家公子出家后，他的父母因为后继无人，怕财产被充公，所以要求他和前妻生育一个后代做继承人。那时候佛陀还没有正式制定有关欲邪行的波罗夷戒，这位比库就因父母要求和前妻如此行事而遭到众人非议。佛陀从此制定了相关的戒律。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68英文原文空缺。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69英文原文空缺。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0 The Buddha and the Wandering Ascetic Bhagavad-Gita. 佛陀和游方沙门巴西亚达图卡瑞亚。伊恩注：巴西亚原来是一名商人，出海经商7次都平安，第8次遇到海难，他趴在一块木头上漂流到苏帕拉卡这个地方，身上衣服全部烂光了。于是他用树皮做了一件外套，如图那样，
在当地起时，这种打扮和举止让当地人把他当成了一名修行者，而给予了极大的尊敬。他也逐渐因此误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阿拉罕了。一位天神因为有一事和他是同犯行者，所以建议他去找佛陀，以便得到真正的利益。在那位天神的帮助下，他一夜之间就来到当时佛陀所在的沙瓦提城。见到佛陀的时候，他情绪太过激动地请求佛陀为他说法。佛陀为了让他平静下来，就说这是托钵的时间，不是说法的时间，拒绝了他2次。巴西雅平静下来，回答说人生太过无常，不知道何时就会死，所以坚持让佛陀立刻教他。佛陀知道他的命运，于是当场对他说法，他即刻证悟阿拉罕果。佛陀认他是从听法到正果速度最快的人之一。在佛陀离开之后，他就被一头怀孕的母牛顶死。他和上面第05遗图的普库萨提国王一样，前世都是迦叶佛教法时期的人。当时有7个修行者到山上去，决意不证道就死也不下来。其中一位证悟阿拉罕果，一位证悟阿那含果，转身犯天界，就是上面提到那位天神。其他5位都饿死了。其中2位就转身为巴西雅和普库萨提国王，他们都是被痛一头牛顶死。这是他们从前一起做过的一个恶业的果报，因为巴西雅在过去世中从未布施过衣钵给比库，导致他今生的福报不足以支撑到获得衣钵而从佛陀受戒出家。所以佛陀虽然知道他已证阿拉罕果，最后却并没有对他说出那句著名的善来，比库。不过佛陀依然让其他比库为他造塔供养。AI 24 UDI 10 UDA 77 FF AAI 156 FF DHA 2.209 FF AP 2.475 FF 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1 The Buddha teaching a mantra to the old Brahmai who had been banished by his children。佛陀教了一首偈子给一位被自己孩子赶出家门的老婆罗门。伊恩注：南传法句经典故中有此事的记载。这位老婆罗门辛苦养育了4个孩子，每个孩子他都帮他们成家立业。后来他老了，所有孩子却都彼此推脱赡养责任，他最终被逐出家门。佛陀教他一首偈，让他等孩子们都在众人中时，当众背诵。这首偈主要是提到辛苦养大自己的孩子，结果还不如手中手杖，起码可以引鹿驱狗。众人听后纷纷谴责，孩子们也深感惭愧，于是就接父亲回家供养。那位老婆罗门感恩世尊帮他，将世尊请到家里供养。世尊对他说法，让他证悟了出果。后来他随世尊出家，证悟阿拉罕果。藏传百叶经藏版最初译自唐朝汉版，中也有类似记载，但是孩子的数目计为7个表情符号，眨眼微笑。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2 The Buddha nursing the sick bhikkhu。佛陀亲自照护生病的比库。伊恩注：当时有位比库得了痢疾，躺在自己的屎尿里无人照看，因为他被认为是对僧团没有贡献的，而且估计味道也太重。如途远处有位比库就眼鼻，世尊让阿难达尊者取水来，并亲自为这名病比库清洗。之后他即和僧团说：你们出家再无父母，如果不相互看护，谁会来看护？对于病者，应如同看护佛陀一样看护他，并且为此制定了一条戒律：比库有病者，如果僧团无故不安排看护，犯恶作。
Van MV 8.26分 A5 冒号123横线24。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3 King Bimbisara in the prison cell。宾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伊恩注，英文原文是如此，但是很可能不对，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描绘宾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被割足的图，更吻合经典里的记载，但相貌和这个完全不一样。同一个画家不太可能画出两个头发、胡子颜色、外观都完全不同的宾比萨拉国王。个人根据图中内容推测，可能是法距今344纪的记录。当时摩诃迦叶尊者有个弟子已经出家并证的第四禅那，但是因为对一个金匠亲戚家里的东西起了贪着，又还俗了，后来在俗世沦为小偷并被逮捕，即将被处决之前，他遵照摩诃迦叶尊者的指示，收摄心念，专注所愿，并且进入了禅那。执行者被他入定时的姿态所触动，于是向国王报告，国王也下令释放了他。佛陀知道之后说，他以前既脱离了系缚，却又回头重新惹上所有的系缚。后来他又重新回到僧团，精进修行，证悟阿拉罕果。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4 The slave woman reproaching the heretic for bathing in the river Ganges at dawn。身为奴隶的女子责备一名沙门于黎明时分在恒河里洗澡。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5英文原文空缺。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6 Monastery donor Visakha and her father in law。大讲堂的施主维沙卡和她的公公。伊恩注，这位维沙卡女士号称是布施第一的女弟子，说她是大讲堂的施主是因为著名的路姆讲堂就是她新建布施的。有一次她去寺院里听法，把一个珍贵的首饰遗失在寺院里，他把这视为一个做布施的提示，决定卖掉这个首饰换成如法资具布施给僧团，但是没人能买得起，于是他自己掏钱回购，然后用这笔资金新建了路姆讲堂布施给僧团。Van 4冒号161，可能是因为居住条件太好，有些比库住在这里的时候变得比较放逸，汲汲营营于一些世俗杂事。目犍连尊者在佛陀的建议下，用脚指令整个讲堂发生了一场地震来警醒他们。图中是他的公公弥迦罗，那时候他的公公还是外道的信徒，对佛陀的僧团持排斥态度。当时他正在用金质容器吃一种蜂蜜米粥，见到一位比库前来托钵，却佯装不见。于是维沙卡对这位比库说，我公公正在吃不干净的东西。他的公公因此恼怒的要赶走他，后来众人都裁定是他的公公弥迦罗不对。弥迦罗于是又想挽留维沙卡，维沙卡提出要请佛陀到家中来供养作为留下的条件。佛陀前来因公说法的时候，他的公公躲在帘幕后面听，当场震得出果须陀喊。从此他说要敬维沙卡如同母亲一般。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7 The Buddha and Sumna, daughter of the wealthy man。佛陀和长者之女苏玛那。伊恩注，经典里有好多个同名的苏玛那，这位应该是前高沙喇国王的女儿，现任巴谢纳的王的姐妹。她有一次带着500位侍女和500辆战车前来访问佛陀，求问佛陀，两位在信念、道德和智慧方面都相当的弟子，一个有布施，一个没布施，
他们之间是否会有区别？佛陀回答说，他们无论身在天上或是人间，有布施者在寿命、外貌、荣耀、快乐和权力方面，都要胜过无布施者。这种区别会一直持续到他们证悟阿拉罕果为止。A.3.32f 注释里说，他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他看到了王宫里2个婴儿的谈话，一个是王子，一个是宫女的儿子，二者的床铺高低豪华度都悬殊很大，但他们前世都同是比库，而王子记得自己的前世，知道另外一个婴儿之所以今生地位比他差，是因为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所以正在对另外一个婴儿说法。AA 2.595f 这位苏玛纳的过去生曾经把乳粥藏在茉莉花团中，放进当时的维巴西佛的钵盂里，用这种方式得到了那次供佛活动中手工者的荣耀和功德。他当时依此发愿，生生世世都身带茉莉花香，并且都叫苏玛纳茉莉花幸福者。他那生也很快得到果报，成为一名将军的妻子。苏玛纳事后，他祖母到过世之后，就和巴谢那帝王一起来见佛陀。在那次开示中，他证得阿拉罕果，并且出家。他从前证得出果须陀罕时只有7岁。Thick vs 16。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8 Subhathari and a young suitor。苏巴长老尼和一名年轻的追求者。伊恩注：经典里同样有好多位苏巴，这位应该是苏巴，即瓦康巴瓦尼卡。他属于王舍城一个有名的婆罗门家族成员，据说容貌非常娇美，所以被称为苏巴。巴利文意味静美。他看到了感官娱乐的过患，所以出家为比库尼。有一次，他正要去午休的时候，一名浪荡公子看到了他，被他的美貌所折服，于是不停地追求他。他反复向对方宣讲爱欲的过患，也不听。最后，他问对方最喜欢他哪里？对方回答说最迷恋她美丽的眼睛，于是他毫不执着地把眼睛挖下来递给对方。浪荡公子被震慑住了，并且请求他的原谅。后来他去见佛陀，佛陀让他的眼睛复原，并且给了他一个禅修的业处，他依此精进修行，最后证得阿拉罕果。Thick 点 VSS 366。399 Thick A 245f 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9 Venerable Nalakam Mahuthira and Venerable Maniyai 可敬的那拉卡大长老和可敬的寂静行。伊恩注：那拉卡是当年佛陀刚出生时为他看香的那位阿斯陀仙人，也就是前面图里出现过的卡拉德维拉的外甥。阿斯陀为佛陀看香之后，知道自己等不到听佛陀说法，就让外甥赶紧出家，等待佛陀。在佛陀证道并且第一次为5比库说法之后的7天，那拉卡就前来请教佛陀。这里英文标题可能有点问题，原文直译有寂静尊者的意思，因为当时那拉卡向佛陀请教的主题是寂静行的方法。这个行法原文是 Maniya 寂静 Patipada 行道。写英文标题的人可能把这个 Maniya 当作另一位尊者的名字了。看图中也只有佛陀和一位尊者在对话。那拉卡受教之后，就回到他原来修行的地方，靠在一块金色的岩石上达7个月之久，以实践上述行法的最高形式，最终证得阿拉罕果。他对这种行法的追求可以追溯到过去是莲花圣佛的时期。JI 55 SNA 2.483FF 佛陀的一生
108图传。080 Kanda planting the white mango tree。康达种下白芒果树。伊恩注：佛陀在禁止比库随意展示神通后，外道都以为佛陀自己肯定也不会再使用神通，于是一个个都放心吹嘘说自己比佛陀神通大得多。而实际上，这种禁制是只针对佛弟子而言的，诸佛并不受此制约。为了平息外道造成的这种局面，佛陀应宾比萨拉王的邀请，预言说将在7日之后城门口的一棵芒果树下展示神通，并且还罕见地同意国王宣传此事，让众人都来参观。外道听说之后，赶紧雇人把城门附近的芒果树全部砍光。7日之后，佛陀在城里托钵，有一位名叫康达的宫廷园林长供养了一颗芒果给佛陀，佛陀吃完就让他把果核种在城门口。那个果核当众迅速长成一株巨大的芒果树，佛陀就在树下展示了传说中的双神变。而后前往33天为诸天说法，在天上度过了他成道之后第7个雨安居。这则记录虽然见于小部本生经，但是一般视为是后世的增补。Jot 483 077 The Buddha and Sumna, daughter of the wealthy man。佛陀和长者之女苏玛那。伊恩注：经典里有好多个同名的苏玛那，这位应该是前高沙喇国王的女儿，现任巴谢纳的王的姐妹。她有一次带着500位侍女和500辆战车前来访问佛陀，求问佛陀，2位在信念、道德和智慧方面都相当的弟子，一个有布施，一个没布施，他们之间是否会有区别？佛陀回答说，他们无论身在天上或是人间，有布施者在寿命、外貌、荣耀、快乐和权力方面都要胜过无布施者。这种区别会一直持续到他们证悟阿拉罕果为止。A.3.32f 注释里说，他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他看到了王宫里2个婴儿的谈话，一个是王子，一个是宫女的儿子，二者的床铺高低豪华度都悬殊很大，但他们前世都同是比库。而王子记得自己的前世，知道另外一个婴儿之所以今生地位比他差，是因为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所以正在对另外一个婴儿说法。AA 2.595f 这位苏玛那的过去生曾经把乳粥藏在茉莉花团中，放进当时的维巴西佛的钵盂里，用这种方式得到了那次供佛活动中手工者的荣耀和功德。他当时依此发愿，生生世世都身带茉莉花香，并且都叫苏玛那、茉莉花、幸福者。他那生也很快得到果报，成为一名将军的妻子。苏玛那事后，他祖母到过世之后，就和巴谢纳帝王一起来见佛陀。在那次开示中，他证得阿拉罕果，并且出家。他从前证的出果须陀罕时只有7岁。Thick vs 16。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8 Subhathari and a young suitor。苏巴长老尼和一名年轻的追求者。伊恩注：经典里同样有好多位苏巴，这位应该是苏巴，即瓦康巴瓦尼卡。他属于王舍城一个有名的婆罗门家族成员，据说容貌非常娇美，所以被称为苏巴。巴利文意味静美。他看到了感官娱乐的过患，所以出家为比库尼。有一次，他正要去午休的时候，一名浪荡公子看到了他，被他的美貌所折服，于是不停地追求他。他反复向对方宣讲爱欲的过患，也不听。最后，他问对方最喜欢他哪里，
对方回答说最迷恋她美丽的眼睛，于是他毫不执着地把眼睛挖下来递给对方。浪荡公子被震慑住了，并且请求他的原谅。后来他去见佛陀，佛陀让他的眼睛复原，并且给了他一个禅修的业处，他依此精进修行，最后证得阿拉罕果。Thick 点 VSS 366-399 Thick A245F 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79 Venerable Nalakam Mahuthira and Venerable Maniyai 可敬的那拉卡大长老和可敬的寂静行。伊恩注：那拉卡是当年佛陀刚出生时为他看香的那位阿斯陀仙人，也就是前面图里出现过的卡拉德维拉的外甥。阿斯陀为佛陀看香之后，知道自己等不到听佛陀说法，就让外甥赶紧出家，等待佛陀。在佛陀证道并且第一次为五比库说法之后的7天，那拉卡就前来请教佛陀。这里英文标题可能有点问题，原文直译有寂静尊者的意思，因为当时那拉卡向佛陀请教的主题是寂静行的方法。这个行法原文是 Maniya 寂静 Patipada 行道，写英文标题的人可能把这个 Maniya 当作另一位尊者的名字了。看图中也只有佛陀和一位尊者在对话。那拉卡受教之后，就回到他原来修行的地方，靠在一块金色的岩石上达7个月之久，以实践上述行法的最高形式，最终证得阿拉罕果。他对这种行法的追求可以追溯到过去是莲花圣佛的时期。JI 55 SMA 2.483 FF 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0 Kanda Planting the White Mango Tree 康达种下白芒果树。伊恩注：佛陀在禁止比库随意展示神通后，外道都以为佛陀自己肯定也不会再使用神通，于是一个个都放心吹嘘说自己比佛陀神通大得多。而实际上这种禁制是只针对佛弟子而言的，诸佛并不受此制约。为了平息外道造成的这种局面，佛陀应宾比萨拉王的邀请，预言说将在7日之后城门口的一棵芒果树下展示神通，并且还罕见地同意国王宣传此事，让众人都来参观。外道听说之后，赶紧雇人把城门附近的芒果树全部砍光。7日之后，佛陀在城里托钵，有一位名叫康达的宫廷园林长供养了一颗芒果给佛陀。佛陀吃完就让他把果核种在城门口，那个果核当众迅速长成一株巨大的芒果树。佛陀就在树下展示了传说中的双神变，而后前往33天为诸天说法，在天上度过了他成道之后第7个雨安居。这则记录虽然见于小部本生经，但是一般视为是后世的增补。JOT 483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1 Preaching the evils of sacrificial offering to the Brahman. About to make such sacrificial offerings. 在外道准备对梵天进行牺牲祭祀的时候，向他们开示这种献祭的邪恶性。伊恩注：那个时代的婆罗门教传统普遍迷信杀生祭祀的效力，而且极其注重仪轨细节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因为佛陀当时被公认具有观知远古历史的能力，所以有许多婆罗门教徒就来请教古代婆罗门祭祀的方式。佛陀告诉他们，古代真正的那些婆罗门祭祀的时候是不杀生的，后来有些婆罗门艳羡世俗的享受，才逐渐编撰出这些繁杂仪轨
吸引统治者为此投资，并从中获取名闻利养。当历史上为了祭祀而第一次出现杀生时，诸天都惊呼祭法的败坏。作为被祭祀的对象，有一位梵天神就曾经亲口对一位做杀生祭祀的婆罗门老妇说：“此非梵天时。”长部第5经《救罗坛头经》里记载，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婆罗门叫救罗坛头，聚集了数千头的牛羊，要举行一场巨型的牺牲祭祀。但是他不知道已经失传的3种牺牲之祭以及16祭法，于是跑去请教佛陀。佛陀有一个过去生，就是主持这种失传祭典的宫廷顾问婆罗门，所以他很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古代的祭祀方式，根本不是通过杀生，而是通过参加祭祀的统治者、婆罗门、贵族和百姓自身严格的道德规范来达成祭仪的要求。受教的婆罗门纷纷意识到这样才是真正圆满的大牺牲祭，进而他们追问佛陀是否有比这更高更圆满的仪法。佛陀回答：布施有戒德者，乃至皈依、持戒、禅修证的诸沙门果，是会比这种祭祀带来更多果报和功德的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2英文原文空缺。EN 注：这个场景应该是婆罗门教祭祀中的火祭，或称天起祭，分别祭祀3种目标：家主火、供养火、祖先祭火。看图里分设3个容器、3分食材等等。祭祀仪轨非常复杂，人员分工也很细致，主要是通过往火里投放各种祭祀品来实现。投动植物的是供养祭，投酒的是苏摩祭，并且认为仪式动作要分毫无差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稍微偏差就可能降低效力或是导致灾祸。图里右边那人貌似在查仪轨细节做法，图里主要是献果蔬和酒，所以可能是初岁祭或是4月祭，或是某种苏摩祭。针对当时的这类现象，佛陀劝示说，在林中火祭100年，不如顷刻之间供养修行的人。如是供养，胜过100年的火祭。法句经记107，婆罗门即使仅是顷刻之间顶礼圣者，也比整年的供奉大大小小的祭祀牺牲要来得好。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3英文原文空缺。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4英文原文空缺。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5 Venerable Sariputta and his mother， 舍利弗尊者和他的母亲。EN 注：舍利弗尊者虽然是智慧第一的佛弟子，一生帮助无数人和天神正果，但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怎么也不肯相信他。舍利弗尊者在进入涅槃前的7天，预知到这是一个度化自己母亲的机会，于是向佛陀辞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那时候他的物质身体就如期的迅速虚弱下去。4大天王、帝释天王和大梵天王知道之后，就依次前来探望礼敬他。舍利弗尊者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婆罗门教徒，非常崇敬这些天神。他见到自己日夜敬拜的天神居然对自己的儿子致以如此的敬意，感到无比的喜悦，同时也意识到儿子的老师自然更加伟大。舍利弗尊者抓住这个机会对他的母亲说法，让他的母亲证得了出果。如图的场景，舍利弗尊者进入涅槃之前的物质身体状况和佛陀极其相似，他进入涅槃的方式也和佛陀几乎相同，依次从初禅上升到最高级的禅定状态，然后再依次倒退回初禅，
再从初禅依次上升到第四禅，从第四禅状态进入涅槃，显示了他对禅定状态完美而精准的控制。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各种禅定状态的掌握，就如同从衣柜里随意挑选衣裳穿一样轻松。佛陀在接过这位上首弟子的舍利时，说：“就是这位比库，在84000世界中，除了我以外，智慧无与伦比。”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6英文原文空缺。伊恩注，个人推测这可能是小部天宫释经的第45经记载的事情。有4位爱西加国宾纳卡加氏的女子遇见一位比库在托钵，于是他们分别以一束青睡莲花、一束青莲花、一束白根带叶的红莲花、一串象牙色的茉莉花环敬献给这位比库。他们的果报是往生33天，各拥有一座美丽的天宫，4座天宫彼此相连，称4女神天宫。摩诃目犍连尊者称他们乳之容色照十方，恰如小天之明星。图里可能是佛陀在向其他比库解释授花比库的事。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7 The Buddha on alms round in Varangia country。佛陀在比兰若村托钵。伊恩注，英文原文描述的不精确，图里托钵这位应该是阿难达尊者，当时是世尊成道第12年，在一位婆罗门的邀请下，到比兰若村过雨安居的时候，天魔干扰了那地方居民的心智，让他们忘记了对世尊的邀请。SPI 178L DHA 2.153 CF J.3.494。当地的农作物同时受到一种病菌的侵袭，整个地区陷入饥荒。那时有一位马商带着500匹马在比兰若村过雨季，他布施给托钵艰难的每位比库少量马麦，阿难达尊者就把这少量马麦研磨之后供养佛陀，佛陀毫不介意地吃了，而且吃了3个月。他赞叹能如此以信念战胜饥苦的比库，说未来之人将会因此轻蔑精米饭。摩诃目犍连尊者当时建议用神通翻转地面，以便取食当地地壳以下的一种蜂蜜状的可食之物，又建议把比库传送到富庶的北古泸州去托钵。佛陀制止了这些使用神通的方式。佛陀之所以会经历食马麦的业报，是因为他在一次过去生中，身为一名贵族的时候，对当时的福萨佛不敬。那时他看到比库们在吃一些好东西，就斥责他们，说他们应该吃马麦。API 301 APAI 103F CF UDA 265。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8 The Buddha and the Elephant Paloliyaka。佛陀和象王帕里雷雅卡。伊恩注，这里描绘的是佛陀成道之后第9个雨安居时的事情。当时世尊住在高沙比城，那里的比库因为一个戒律的细节问题发生了争执，逐渐分成了2派，一派支持教导戒律的比库师长，一派支持教导经法的比库师长，情绪高到连佛陀本人的劝说都不听。佛陀从这事情看到了将来僧团的分裂，正如近代发生的史实，于是他选择离开这些比库，来到帕里雷森林，独自一人在林中度过了这年的雨安居。在这期间，就是图中的这位象王帕里雷雅卡，这名字的字根有点帕里雷森林之林的意思，在取食供养佛陀。佛陀当时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朋友，并且说既不得坚固之友情，比正生不得鲜有。
如亡国土被征服，气味独行如龙象，记328、329、330，意思是弱的不到真正的友情，宁可保持独行。高沙比城那些争执不休的比库后来遭到当地居士的抵制，无法得到供养，最后回到佛陀面前认错。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9 The solace of the feet of King Bimbisara being gashed。宾比萨拉国王的脚底被割伤。伊恩注，他的儿子卫生院王子受到提婆达多的蛊惑，要行刺父亲宾比萨拉国王的时候被发现并逮捕。但是宾比萨拉国王不但没有惩罚卫生院王子，反而把王位让给了他。卫生院王子又在提婆达多的怂恿下，要对宾比萨拉国王斩草除根以稳固王位，方式是把他关在牢房里饿死。因为宾比萨拉国王当时已经证得出果须陀罕，所以他在牢里来回经行禅修，很长时间都不死。卫生院王子于是又派理发师去把他的双足给废掉，据说要求是割开，灌入盐巴和醋，然后用火炭烧制如荼。这是那些理发师都做不下去，而宾比萨拉国王居然能毫无怨恨地让他们动手。他在过去生里有一次穿着靴子践踏一座舍利塔的庭院，而非赤足示镜。作为一名须陀罕圣者，他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他的果报。宾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转身为四天王中多闻天王手下的一名将军，名叫舍尼沙。后来还拜访过佛陀，提到自己期望能继续证到第二果斯陀罕。DAI 135FF Ven 2.190F。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0 The elephant Nalagiri being admonished。驯服狂象奈拉吉里。伊恩注，提婆达多企图谋害佛陀的事情曝光之后，很多比库都云集到佛陀的居所周围警戒护卫，佛陀却遣散了他们，告诉他们佛陀是不可能因暴力而失去生命的。那时，王舍城有一头著名的杀人狂象叫奈拉吉里。提婆达多用升迁和加薪收买了驯象师，让他们在佛陀入城托钵的时候把这头杀人巨象灌醉后放出来。当这头凶狠的发狂罪象冲向世尊的时候，大家都吓得四散惊逃，世尊则泰然自若。他向这头狂象发出的强烈慈心，让他顷刻间清醒了过来，最后驯服的跪倒在世尊面前。世尊用计对他说：“行事最狂与放逸，放逸不得入善趣，依循此见而行事，你将转身于善趣。”从此，这头专业驯象师都难以驯服的巨象就变得温顺起来。当时他甚至还自己走回了象廊。佛陀在过去生的时候，就很多次展现了这种和不同种类的动物有效沟通的特殊能力。这可能源于他多生以来修习的波罗蜜。经典里记载有很多他和动物之间有效互动的情形，包括他年轻时驯服烈马，上满图里森林象王主动供养他的例子。而他在前一生身为兜率天神的时候，就是在慈心禅那状态中过世的。这意味着他这一生五蕴的主旋律之一就是对众生强烈的慈悲。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1 Admonishing the assassins who had been sent by Devdatta。教士提婆达多派来的刺客。伊恩注，提婆达多当时派了好几波的刺客去行刺佛陀，而且从刺杀到灭口安排的极其缜密。他先派一名刺客直接行刺佛陀本人，这是为皇家弓箭手，
为深院王子委派给提婆达多使用的，然后又派2名刺客埋伏在第一个刺客归路中，灭口第一个刺客。同样，又再安排4名刺客同法灭口上2个刺客，这样环环相扣，最后一批刺客达到16名。当第一个刺客接近佛陀的时候，恐惧感让他僵立住，无法动弹。早已知晓的佛陀让他不要害怕，并为他说法。这名刺客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且皈依了佛陀。佛陀让他取其他路返回，让他免于被其他刺客灭口。就这样，佛陀依次把提婆达多派出的所有刺客都度化，并且安全遣回。图里这波应该是第2波的2名刺客。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2 Devdatta attempting to kill the Buddha with a boulder。提婆达多企图推下巨石谋害佛陀。伊恩注：提婆达多派人刺杀佛陀失败之后，就决定亲自动手。他看到世尊在灵鹫山的山阴处来回经行的时候，从山上推下了一块巨石。注释里说，提婆达多有5匹大象的力气。这时有2个石锥从山体上刺出，把巨石卡住，但是石屑依然滑落下去，蹭到了佛陀的脚趾。佛陀抬头平静地对他说：“迷途者，你已经造下了极重的不善业。这种业是忤逆罪之一，他的业报导致提婆达多即使已经证的禅定和神通，下一生也依然会转生在地狱中。通常情形下，已经证的禅定的人，如果在临终时维持禅定状态，是会转生在和该禅定相应的梵天界。佛陀实际上在提婆达多加入僧团时就已经预知了他此生将会做出的行为，因为提婆达多好多世以来都在和佛陀作对，但是佛陀出于怜悯还是接纳他加入了僧团。尽管提婆达多犯下恶业，导致他将在地狱中受苦到这一劫结束，但是他此生的修行成果会令他将来成为一名辟支佛，名叫阿提萨拉。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3 The 30 Badavigi Brothers and the Buddha。30位巴达瓦吉兄弟和佛陀。伊恩注：如果按照律藏的记载，30巴达瓦吉兄弟当时应该已经是比库了，而非土里的世俗人打扮。他们当时都修习苦行，在一次与安居前想从远方赶来和在沙瓦提城的佛陀一起住，但是时间来不及，只好在离佛陀巴游巡的路途中过与安居。与安居之后，他们满身湿漉漉的来拜见佛陀。佛陀因此制定了有关加西那衣的戒律，允许在与安居结束后的1个月内，安排其中的1天来制作僧袍。所有的制作程序，包括接受布料、裁剪、缝制、染色、晾干，以及在僧团当中进行分配与随喜，都必须在1天之内完成。当天所制作的僧袍就称为加西那衣。图里的场面和英文注释似乎有点不太相符，待查。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4 King Ajatasattu coming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为深院国王来见佛陀。伊恩注：在长部第2经《沙门果经》中记载，为深院国王在宾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他已经继位成为摩羯陀国的国王，在宫廷医师奇婆的推荐下，前往拜访当时正住在奇婆医师的芒果园中的佛陀。为深院王因为参与过谋害佛陀的事情，所以一直不敢去见佛陀。这次拜访他出动了500头乘骑象，大量人员持具照明。即便是这样，
当他接近佛陀住处时，依然感到巨大的恐惧。当时佛陀身边有1250个比库，卫生院王认为这么多人同在一个住处，不可能会如此安静。他甚至因此怀疑这是一次谋害他的阴谋，如图描绘的场景。当他亲眼见到佛陀和一同静坐的比库时，感慨地说：“期望他的儿子也能获得这样的安详寂静。他因为谋害了父王，所以害怕他钟爱的儿子也会这样对待自己，于是有点期望他儿子出家。” DAI 153，很遗憾，他在位32年之后，还是死在自己儿子手里。那次会面，佛陀向他详细解释了出家修行能在当生所得到的果报。这个问题他问了当时许多外道的导师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复。佛陀后来提到，如果不是已经犯下杀父的业，那次会面他就能证得出果须陀洹。尽管如此，他依然从此成了佛陀最虔诚的追随者之一。据说从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法睡好觉。和佛陀见面之后，他终于能睡得安稳了。DAI 238，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5 Ambapali, the courtesan, and the Likavi princess。安巴帕利为沙黎城的橙花和利察维族的王子们。伊恩注：橙花这个是古印度的一种特色职业，象征一座城市的女神，工作是为贵族提供封城性质的服务。据说维沙黎整个城都因为它的存在而变得非常繁荣。安巴帕利婴儿时期被发现于一棵芒果树下，所以他的名字有芒果的意思。长大之后，他的姿容极其端丽，为了避免因争夺他而起冲突，贵族们于是达成协议，让他当了橙花。他的魅力带到佛陀在他来访之前，还要特地警告比库们要注意保持正念，不要被他迷住。DA 2.545，他在佛陀即将进入涅盘前，经过维沙黎城的时候，专程驱车前去拜访佛陀。在听讲之后，邀请佛陀次日到他的家里因供，佛陀默许了。在他离开时，利察维族的王子们正好前来拜见佛陀。他当时因为能够获权供养佛陀而自豪到没有给他们让路。两车交错的时候，王子们想要以重金换取供养佛陀的权利。安巴帕利说，即使把维沙黎整个城给他，他也不换，如图中的拒绝手势。邻国的宾比萨拉国王和他发生过一段感情，生了一个儿子叫为马拉坎达纳。后来他出家成为一名出色的比库。安巴帕利晚年听了他儿子的说法，也出家修行，证得阿拉罕果。CK 206-7，他此生之所以沦为风尘职业，是因为过去生他曾作为沙弥尼，和比库尼们一起敬拜舍利塔的时候，一位阿拉罕长老尼不慎留下一滴口水在地上。当时他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口水，但是冒出一句不敬的话：哪个有女在这吐的口水？CK 206-7。PS。现在在 YouTube 上还能看到一部1966年的印度电影Amrapali， 描述的就是他和宾比萨拉王的那段感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领略一下印度人自己展现的佛陀时代古印度的场景。要用代理软件才能看，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http://show/id_show/xmceodm4mdiw.html 公元2012年8月8日测试有效，非中文。佛陀的一生108图传。
096 The Buddha and the Kulapata 佛陀和诺姑罗父。伊恩注：诺姑罗父和诺姑罗母被佛陀称为是在家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对夫妻典范。在诺姑罗父第一次遇见佛陀的时候，就顶礼他的双足，称他为亲爱的儿子，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探望他们。因为诺姑罗父记得一些前世的事情，佛陀在过去生有500世都是他的儿子。佛陀当时为他们夫妻俩说法，让他们都证得了出果须陀洹。诺姑罗夫妻有一次请教佛陀，他们来生如何还能再相遇，并且再做夫妻？佛陀回答说，彼此忠诚、慈爱、有正信、持戒、布施、培养智慧，来生就还能在一起，如法住于此世间，同持戒与五波萨，事后喜生于天界，同受丰盛之乐乐。AM 4:54分。英文原文是说图里那位是诺姑罗父，但是个人从衣着类型和顶礼的地点推测，这位应该是巴谢那的国王。那次是他和佛陀最后一次会面。巴谢那帝王当时和佛陀一样都80岁了。他说他和佛陀同龄，同是沙地利，同是高沙喇人。佛陀故乡迦毗罗卫城实际上是从属于高沙喇国的一个属国，但是作为国王，他对人心的把握却远不如佛陀。比如他在会议上讲话时，经常被手下打断，而佛陀说法时，听众连清嗓子的声音都没有。他因此对佛陀致以最高的敬意。M89。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7 Blocking Vithathuta and his army 劝阻维都达巴、毗琉璃和他的军队。伊恩注：毗琉璃是释家族一个宫女和高沙喇国王巴谢那的儿子。因为当时巴谢那帝王想要娶一名释家族的公主，于是释家族用宫女伪装成公主嫁给了他。所以当毗琉璃王子16岁拜访娘家释家族的时候，由于血统低贱，他坐过的座位被用牛奶来洗。这种巨大的歧视行为让他发誓一定要复仇。巴谢那帝王发现这事之后，一时废掉了毗琉璃母女的地位，后来在佛陀的建议下又恢复了。毗琉璃20岁时，趁巴谢那帝王当时出游，篡夺了王权。巴谢那帝王死在逃往摩羯陀国求援的路上，而毗琉璃很快发兵攻打释家族复仇。佛陀精确预知了此事，于是来到两国交界处，在大军面前孤身一人，顶着烈日暴晒，坐在释家族境内的一棵无法遮阴的枯树下，如图中情形。当毗琉璃王问他为什么不坐在高沙喇国境内的茂盛大树下时，佛陀回答：亲族之因胜他族。毗琉璃王会意并退兵。毗琉璃王此后又出兵2次，都遇到佛陀坐在同一棵枯树下，于是又都退兵。佛陀因为这事而承受的暴晒，让他留下了延续一生的头痛。UDA 265 API 300。毗琉璃王第4次出兵的时候，佛陀知道释家族的业报，在过去世中曾经做过集体向河里投毒的事情，无法避免，就不再试图挽救。两军交战时，释家族人虽然全副武装，但是无人愿意杀生，于是落败，全族人几乎都被屠杀。但是因为坚定持戒，全部往生天界。佛陀预言毗琉璃王7日之后就要死亡。7日之后，毗琉璃王的军队驻扎在一个干枯的河床上过夜，河水突发，全军覆没。从此高沙喇国的国土并入摩羯陀国。
佛陀在有一次和外道讨论身业更重还是意业更重时，有提到一个例子说，的心自在者，摧毁一座城市只在一闪念之间。M56，所以即使佛陀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毗琉璃王仇恨再大，带着整个军队也是不敢硬闯的。当时的传统也是，如果军队行军途中遇到沙门，一般是要退兵。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8英文原文空缺。EN 注，这图里应该是佛陀进入涅盘前卧于沙罗双树下的场景。当时佛陀身上披的是居士福贵供养的柔绢金色衣。福贵原先是外道阿罗罗迦罗摩的信徒，他见到佛陀和僧团在静坐，身为那种宁静所触动。佛陀为他描述了禅定的境界之后，他就皈依为佛陀的在家信徒。佛陀即将入涅盘前的肤色极其光辉明亮，据说让这件金色衣披在身上时都显得失色。当佛陀以狮子卧的姿势右侧卧于沙罗双树下时，沙罗双树在飞开花时其开花并散落，空中的天神也同时散花奏乐供养。佛陀却说这些都不是适宜的供养方式，他强调持戒正直、依法禅修才是对他最高的尊敬和供养。当地的莫罗族人闻讯之后纷纷赶来拜见，如图右端人群，因为人数太多，阿难达尊者安排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一团一团的集体礼敬。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9 The Buddha's last conversion, that of the wandering ascetic Subhadai。佛陀最后度化的人，游方沙门苏拔达。EN 注，这一幕发生在上图接受大批莫罗族集体礼敬时，佛陀的身体已经非常疲惫。苏拔达当时还是外道行者，他听说佛陀即将入涅盘，连续求见3次都被阿难达尊者拒绝，怕佛陀再受外道烦扰。佛陀独知苏拔达的心念，让阿难达尊者不要再阻拦他。如图所示的情形，苏拔达请教佛陀：世间有那么多的教派和导师，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真理呢？佛陀回答说，在任何刑法和戒律中，有8正道者，才有真正的沙门果。依8正道而行，这世间将不空缺阿拉罕。苏拔达听佛说法之后，立刻请求皈依出家。那时外道要加入僧团，都要先考察4个月。佛陀破例当场接受苏拔达成为比库。苏拔达出家后不久就证得阿拉罕果。佛陀进入涅盘前最后一句留言是非 adhama 坏灭之法 sankhara 造作聚合 apamodana 不放逸 sampaditha 去完成吧。所有的造作聚合都具有即将坏灭的特质，即由不放逸的努力去完成解脱吧。第16，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0个 Brahmin Dona distributing relics。婆罗门多那分配佛陀的舍利。EN 注，当时为了佛陀舍利的供养权，各方势力差点又起冲突。多那婆罗门劝说众人依佛陀的教导而忍辱无争，于是众人推选他用陶瓶平分佛陀舍利为8份：1. 摩羯陀国的卫生院王；2. 为沙离城的利察维族；3. 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4. 遮罗婆的拔离族；5. 罗摩迦的居利族；6. 毗留提的婆罗门；7. 波婆的莫罗族；8. 佛陀涅盘所在的库西那迦罗的莫罗族。各方领回建舍利塔供养。此外，多那婆罗门自己留下分舍利用的陶瓶、建瓶塔供养，
壁玻里瓦纳的莫利耶族也派遣使者赶来，迟到了一步，只得到剩余的灰烬，于是建灰塔供养。在凡俗世界之外，龙王和诸天也得到了一些佛牙舍利，其中一颗佛牙舍利据说供养在33天。第16，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1 Assembly of the First Council， 第一次经典结集。伊恩注：世尊进入涅槃7天时，消息传到当时正在半路的摩诃迦叶尊者和随行的500比库，其中有一个年老才出家的比库须跋陀罗，反而庆幸地说：“这下终于没人制约我们，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了。”于是摩诃迦叶尊者深感尽快结集经法和戒律，以免肆意歪曲者得势的必要性。当时僧团决定在王舍城过与安居时进行第一次结集，由卫生愿王负责供养。参加者是由摩诃迦叶尊者精选的499位阿拉罕和阿难达尊者，除了参加者外，其他比库不得进入王舍城过与安居。阿难达尊者在举行结集前的一夜彻夜禅修，终于赶在结集前证的阿拉罕果，所以正式结集时是整500位阿拉罕。这次结集因此又称为500结集。会间由摩诃迦叶尊者担任询问者，五巴黎尊者诵答出律藏，阿难达尊者诵答出经藏。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2 Dispatching Sanathara and Uttarathara on their missionary work， 派遣唢呐长老和乌塔拉长老前往弘法。伊恩注：图中的场景发生在第3次经典结集之后，中间那位贵族应该就是阿首喀王。唢呐长老和乌塔拉长老此去的目的地是金帝国，据说这就是下缅甸的海岸一带，或是印度大陆东南角某地。当时那里有一名女性的海神，每当国王有子嗣出生，就把孩子吞噬掉。2位长老抵达的时候，恰好有一个王子出生，因此他们一开始还被视为是食人海神的同伙。后来2位长老用神通驱退了那个食人海神，并且通过念诵梵网经，在那个国家周边树立了一道防护结界。当时有6万民众皈依佛教，贵族出身的3500位年轻男子和1500位年轻女子出家。从那时候起，王室出身的所有王子都取名为索努塔拉，就是2位长老的名字连起来。MHV.12.6 44F DPV.8.12 SPI 64。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3 Dispatching of Bhikkhus on missionary works to the 9 regions， 派遣比库前往9大地区传法。伊恩注：同样是发生在第3次经典结集之后，记载中的9大地区就包括上图中的金帝国、今下缅甸或印度东南角、和伦加岛、今斯里兰卡。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4 Presenting the sacred bowl tree to Sun Amita， 将菩提树种交给僧迦米塔。伊恩注：在马辛德长老前往斯里兰卡弘法之后，当地的女众也很想加入僧团，包括当时斯里兰卡国王的王后阿努拉。于是僧迦米塔长老尼也被派往斯里兰卡去开启当地的比库尼传承。僧迦米塔是阿首喀王的女儿，阿首喀王一开始还不太情愿自己的女儿越洋远涉他国去弘法，后来在僧迦米塔本人的坚持下，终于同意了。僧迦米塔当时还带去了菩提树的幼苗，
如图所示，据说就是直接分贄于菩提迦耶那诸佛陀坐于其下得以证道的菩提树，幼苗被种植在阿努卢塔普拉城的大寺中，从前是斯里兰卡国王的宫廷园林，后来供养给僧团作为道场，是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主要根据的，据说至今还生长在那里。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5 Kasithara presenting felicitations to Prince Pakasati 卡西长老为帕库萨提王子赐福。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6 King Asoka erecting the stone monument 阿首迦国王树立石碑。伊恩注阿首喀王是孔雀王朝的第3任统治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印度大陆的帝王。他登基时为佛陀进入涅槃后第218年。阿首迦王起初是打算继续扩张版图，但是受到攻打卡林加国时所造成的大屠杀场面的刺激，放弃了这种流血冲突的方式。在皈依佛教之后，他转而推行一种非暴力的政策。当时由于君王信仰佛教，于是大量外道为了各种好处也混入了佛教，导致教义和戒律一片混乱。为了净化僧团，阿首迦王恳请马辛德尊者的老师地沙长老出来主持局面。据说当时阿首迦王跪在河里，伸出右手迎接地沙长老的船，而碰触帝王的右臂，在那时是即刻处死的重罪。阿首迦王喝止了皇家侍卫，于是地沙长老持起他的右手，作为接受他成为自己弟子的标志。阿首迦王请求地沙长老展示一个神通以证明自己。地沙长老当场在他面前引发了一场地震。历史上的第3次经典结集就是在阿首喀王的护持下，由地沙长老主持完成。在那次结集中，3藏经典正式定型为今天的形式。阿首迦王皈依佛教后，陆续在各地篆刻了记录自己征战历程和佛法教义的碑文，成为印度最早的文字资料，使得从那个时代开始，有可能对印度诸王朝的存在时间进行大致的估算。正是在阿首喀王统治下的孔雀帝国将佛陀的教法传播到了东亚和东南亚，让整个亚洲的历史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P.S. 2001年有一部印度电影《阿育王》Asoka 及阿首迦王，讲述的就是阿首迦王早年的一段感情故事，直至入侵卡林加国。影片中的几段插曲相当不错。片中的女主角据说是阿首喀王的第一个妻子，而著名的马辛德长老和僧伽米塔长老尼的母亲戴薇，她是释家族的后裔，就是上述毗琉璃王攻打释家族时逃难者的后代，则是第2个。影片里戴薇也有出场。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 http://youtube.com/mtv/28.htm 公元2012年8月12日测试有效，中文字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7 Assembly of the Fourth Council 第4次经典结集。伊恩注发生于公元前29年，由当时的一位阿拉罕摩诃拉奎塔主持，地点是在斯里兰卡一个叫阿路卡勒纳的山洞中。这次结集的特色是将3藏典籍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之前都是以传承者记忆和口诵的形式流传。这也是为什么3藏原文里有许多高度重复的段落，目的是为了便于记诵。当时斯里兰卡内乱和饥荒严重，
而能记诵全部三藏典籍的比库越来越少。为避免经典失传，所以结集之后，将经典刻录在贝叶上，流传后世。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8 Assembly of the Fifth Council 第5次经典结集。伊恩注：这次结集发生于公元1871年，由3位阿拉罕大长老贾加拉比文萨、纳瑞达比达雅、苏曼加拉萨弥住持，2400位比库参与。地点是在缅甸的曼德勒。整个结集为期5个月。特色是结集内容被镌刻在729块厚12.7厘米、长167.64厘米、宽106.68厘米的大理石板上，如图，并建为一座佛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佛陀的一生108图传。AN 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1 Preaching the evils of sacrificial offering to the Brahman. About to make such sacrificial offerings. 在外道准备对梵天进行牺牲祭祀的时候，向他们开示这种献祭的邪恶性。伊恩注：那个时代的婆罗门教传统普遍迷信杀生祭祀的效力，而且极其注重仪轨细节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因为佛陀当时被公认具有观知远古历史的能力，所以有许多婆罗门教徒就来请教古代婆罗门祭祀的方式。佛陀告诉他们，古代真正的那些婆罗门祭祀的时候是不杀生的。后来有些婆罗门艳羡世俗的享受，才逐渐编撰出这些繁杂仪轨，吸引统治者为此投资，并从中获取名闻利养。当历史上为了祭祀而第一次出现杀生时，诸天都惊呼祭法的败坏。作为被祭祀的对象，有一位梵天神就曾经亲口对一位做杀生祭祀的婆罗门老妇说：“此非梵天时。”长部第5经《救罗坛头经》里记载，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婆罗门叫救罗坛头，聚集了数千头的牛羊，要举行一场巨型的牺牲祭祀。但是他不知道已经失传的3种牺牲之祭以及16祭法，于是跑去请教佛陀。佛陀有一个过去生就是主持这种失传祭典的宫廷顾问婆罗门，所以他很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古代的祭祀方式，根本不是通过杀生，而是通过参加祭祀的统治者、婆罗门、贵族和百姓自身严格的道德规范来达成祭仪的要求。受教的婆罗门纷纷意识到这样才是真正圆满的大牺牲祭，进而他们追问佛陀是否有比这更高更圆满的仪法。佛陀回答：不施有戒德者，乃至皈依、持戒、禅修证的诸沙门果，是会比这种祭祀带来更多果报和功德的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2英文原文空缺。伊恩注：这个场景应该是婆罗门教祭祀中的火祭，或称天起祭，分别祭祀3种目标：家主火、供养火、祖先祭火。看图里分设3个容器、3分食材等等。祭祀仪轨非常复杂，人员分工也很细致，主要是通过往火里投放各种祭祀品来实现。投动植物的是供养祭，投酒的是苏摩祭，并且认为仪式动作要分毫无差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稍微偏差就可能降低效力或是导致灾祸。图里右边那人貌似在查仪轨细节做法，图里主要是献果蔬和酒，所以可能是出岁祭或是4月祭，或是某种苏摩祭。针对当时的这类现象，佛陀劝示说，在林中火祭100年，不如顷刻之间供养修行的人。如是供养，
胜过100年的火计，法具经济107。婆罗门即使仅是请客之间顶礼圣者，也比整年的供奉大大小小的祭祀牺牲要来得好。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3英文原文空缺。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4英文原文空缺。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5 Venerable Sariputta and his mother。舍利弗尊者和他的母亲。伊恩注：舍利弗尊者虽然是智慧第一的佛弟子，一生帮助无数人和天神正果，但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怎么也不肯相信他。舍利弗尊者在进入涅槃前的7天，预知到这是一个度化自己母亲的机会，于是向佛陀辞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那时候他的物质身体就如期的迅速虚弱下去。4大天王、帝释天王和大梵天王知道之后，就依次前来探望礼敬他。舍利弗尊者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婆罗门教徒，非常崇敬这些天神。他见到自己日夜敬拜的天神居然对自己的儿子致以如此的敬意，感到无比的喜悦。同时也意识到儿子的老师自然更加伟大。舍利弗尊者抓住这个机会对他的母亲说法，让他的母亲证得了出果。如图的场景，舍利弗尊者进入涅槃之前的物质身体状况和佛陀极其相似，他进入涅槃的方式也和佛陀几乎相同，依次从初禅上升到最高级的禅定状态，然后再依次倒退回初禅，再从初禅依次上升到第4禅，从第4禅状态进入涅槃，显示了他对禅定状态完美而精准的控制。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各种禅定状态的掌握，就如同从衣柜里随意挑选衣裳穿一样轻松。佛陀在接过这位上首弟子的舍利时，说就是这位比库，在84000世界中，除了我以外，智慧无与伦比。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6英文原文空缺。伊恩注：个人推测这可能是小部天宫释经的第45经记载的事情。有4位爱西加国宾纳卡家氏的女子遇见一位比库在托钵，于是他们分别以一束青睡莲花、一束青莲花、一束白根带叶的红莲花、一串象牙色的茉莉花环敬献给这位比库。他们的果报是往生33天，各拥有一座美丽的天宫。4座天宫彼此相连，称4女神天宫。摩诃目犍连尊者称他们乳之容色照十方，恰如小天之明星。图里可能是佛陀在向其他比库解释授花比库的事。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7 The Buddha on alms round in Varanja country。佛陀在比兰若村托钵。伊恩注：英文原文描述的不精确，图里托钵这位应该是阿难达尊者，当时是世尊成道第12年，在一位婆罗门的邀请下，到比兰若村过雨安居的时候，天魔干扰了那地方居民的心智，让他们忘记了对世尊的邀请。SPI 178L DHA 2.153 CF J.3.494。当地的农作物同时受到一种病菌的侵袭，整个地区陷入饥荒。那时有一位马商带着500匹马在比兰若村过雨季，他布施给托钵艰难的每位比库少量马麦，阿难达尊者就把这少量马麦研磨之后供养佛陀，佛陀毫不介意地吃了，而且吃了3个月。
他赞叹能如此以信念战胜疾苦的比库，说未来之人将会因此轻蔑精米饭。摩诃目犍连尊者当时建议用神通翻转地面，以便取食当地地壳以下的一种蜂蜜状的可食之物，又建议把比库传送到富庶的北古泸州去托钵。佛陀制止了这些使用神通的方式。佛陀之所以会经历食马麦的业报，是因为他在一次过去生中，身为一名贵族的时候，对当时的菩萨佛不敬。那时他看到比库们在吃一些好东西，就斥责他们，说他们应该吃马麦。API 301 APAI 103F CF UDA 265。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8 The Buddha and the Elephant Palali-yaka。佛陀和象王帕里雷雅卡。伊恩注，这里描绘的是佛陀成道之后第9个与安居时的事情。当时世尊住在高沙比城，那里的比库因为一个戒律的细节问题发生了争执，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教导戒律的比库师长，一派支持教导经法的比库师长，情绪高到连佛陀本人的劝说都不听。佛陀从这事情看到了将来僧团的分裂，正如近代发生的史实，于是他选择离开这些比库，来到帕里雷森林，独自一人在林中度过了这年的雨安居。在这期间，就是图中的这位象王帕里雷雅卡，这名字的字根有点帕里雷森林之灵的意思，在取食供养佛陀。佛陀当时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朋友，并且说既不得坚固之友情，彼正生不得鲜有，如亡国土被征服，气味独行如龙象。记328、329、330，意思是若得不到真正的友情，宁可保持独行。高沙比城那些争执不休的比库后来遭到当地居士的抵制，无法得到供养，最后回到佛陀面前认错。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89 The soles of the feet of King Bimbisara being gashed。宾比萨拉国王的脚底被割伤。伊恩注，他的儿子卫生院王子受到提婆达多的蛊惑，要行刺父亲宾比萨拉国王的时候被发现并逮捕，但是宾比萨拉国王不但没有惩罚卫生院王子，反而把王位让给了他。卫生院王子又在提婆达多的怂恿下，要对宾比萨拉国王斩草除根以稳固王位，方式是把他关在牢房里饿死。因为宾比萨拉国王当时已经证得出果须陀罕，所以他在牢里来回经行禅修，很长时间都不死。卫生院王子于是又派理发师去把他的双足给废掉，据说要求是割开，灌入盐巴和醋，然后用火炭烧制如涂。这是那些理发师都做不下去。而宾比萨拉国王居然能毫无怨恨地让他们动手。他在过去生里有一次穿着靴子践踏一座舍利塔的庭院，而非赤足示镜。作为一名须陀罕圣者，他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他的果报。宾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转身为4天王中多闻天王手下的一名将军，名叫舍尼沙。后来还拜访过佛陀，提到自己期望能继续证到第2果斯陀罕。DAI 135FF Ven 2.190F。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0 The elephant Nalagiri being admonished。驯服狂象奈拉吉里。伊恩注，提婆达多企图谋害佛陀的事情曝光之后，很多比库都云集到佛陀的居所周围警戒护卫，佛陀却遣散了他们。
告诉他们佛陀是不可能因暴力而失去生命的。那时，王舍城有一头著名的杀人狂象叫奈拉吉里。提婆达多用升迁和加薪收买了驯象师，让他们在佛陀入城托钵的时候把这头杀人巨象灌醉后放出来。当这头凶狠的发狂醉象冲向世尊的时候，大家都吓得四散惊逃，世尊则泰然自若。他向这头狂象发出的强烈慈心，让他顷刻间清醒了过来，最后驯服地跪倒在世尊面前。世尊用计对他说：“行事最狂与放逸，放逸不得入善趣，依循此见而行事，你将转身于善趣。”从此，这头专业驯象师都难以驯服的巨象就变得温顺起来。当时他甚至还自己走回了象廊。佛陀在过去生的时候，就很多次展现了这种和不同种类的动物有效沟通的特殊能力。这可能源于他多生以来修习的波罗蜜。经典里记载有很多他和动物之间有效互动的情形，包括他年轻时驯服烈马，上满图里森林象王主动供养他的例子。而他在前一生身为兜率天神的时候，就是在慈心禅那状态中过世的。这意味着他这一生五蕴的主旋律之一就是对众生强烈的慈悲。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1 Admonishing the assassins who had been sent by Devdatta。 教士提婆达多派来的刺客。伊恩注：提婆达多当时派了好几波的刺客去行刺佛陀，而且从刺杀到灭口安排的极其缜密。他先派一名刺客直接行刺佛陀本人，这是为皇家弓箭手为深院王子委派给提婆达多使用的。然后又派2名刺客埋伏在第一个刺客归路中，灭口第一个刺客。同样，又再安排4名刺客同法灭口上2个刺客，这样环环相扣，最后一批刺客达到16名。当第一个刺客接近佛陀的时候，恐惧感让他僵立住，无法动弹。早已知晓的佛陀让他不要害怕，并为他说法。这名刺客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且皈依了佛陀。佛陀让他取其他路返回，让他免于被其他刺客灭口。就这样，佛陀依次把提婆达多派出的所有刺客都度化，并且安全遣回。图里这波应该是第2波的2名刺客。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2 Devdatta attempting to kill the Buddha with a boulder。提婆达多企图推下巨石谋害佛陀。伊恩注：提婆达多派人刺杀佛陀失败之后，就决定亲自动手。他看到世尊在灵鹫山的山阴处来回经行的时候，从山上推下了一块巨石。注释里说，提婆达多有5匹大象的力气。这时有2个石锥从山体上刺出，把巨石卡住。但是石屑依然滑落下去，蹭到了佛陀的脚趾。佛陀抬头平静地对他说：“迷途者，你已经造下了极重的不善业。这种业是忤逆罪之一，他的业报导致提婆达多即使已经证的禅定和神通，下一生也依然会转生在地狱中。通常情形下，已经证的禅定的人，如果在临终时维持禅定状态，是会转生在和该禅定相应的梵天界。佛陀实际上在提婆达多加入僧团时就已经预知了他此生将会做出的行为，因为提婆达多好多世以来都在和佛陀作对。但是佛陀出于怜悯，还是接纳他加入了僧团。尽管提婆达多犯下恶业，导致他将在地狱中受苦到这一劫结束，但是他此生的修行成果
会令他将来成为一名辟支佛，名叫阿提萨拉。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3 The 30 Badavigi Brothers and the Buddha 30位巴达瓦吉兄弟和佛陀。伊恩注：如果按照律藏的记载，30巴达瓦吉兄弟当时应该已经是比库了，而非土里的世俗人打扮。他们当时都修习苦行，在一次雨安居前，想从远方赶来和在沙瓦提城的佛陀一起住，但是时间来不及，只好在离佛陀巴游巡的路途中过雨安居。雨安居之后，他们满身湿漉漉的来拜见佛陀。佛陀因此制定了有关加西那衣的戒律，允许在雨安居结束后的1个月内，安排其中的一天来制作僧袍。所有的制作程序，包括接受布料、裁剪、缝制、染色、晾干，以及在僧团当中进行分配与随喜，都必须在1天之内完成。当天所制作的僧袍就称为加西那衣。图里的场面和英文注释似乎有点不太相符，待查。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4 King Ajatasattu coming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为深院国王来见佛陀。伊恩注：在长部第2经《沙门果经》中记载，为深院国王在宾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他已经继位成为摩羯陀国的国王，在宫廷医师奇婆的推荐下，前往拜访当时正住在奇婆医师的芒果园中的佛陀。卫生院王因为参与过谋害佛陀的事情，所以一直不敢去见佛陀。这次拜访他出动了500头乘骑象，大量人员持具照明。即便是这样，当他接近佛陀住处时，依然感到巨大的恐惧。当时佛陀身边有1250个比库，卫生院王认为这么多人同在一个住处，不可能会如此安静。他甚至因此怀疑这是一次谋害他的阴谋。如图描绘的场景，当他亲眼见到佛陀和一同静坐的比库时，感慨地说期望他的儿子也能获得这样的安详寂静。他因为谋害了父王，所以害怕他钟爱的儿子也会这样对待自己，于是有点期望他儿子出家。DAI 153，很遗憾，他在位32年之后，还是死在自己儿子手里。那次会面，佛陀向他详细解释了出家修行能在当生所得到的果报。这个问题他问了当时许多外道的导师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复。佛陀后来提到，如果不是已经犯下杀父的业，那次会面他就能证得出果须陀洹。尽管如此，他依然从此成了佛陀最虔诚的追随者之一。据说从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法睡好觉。和佛陀见面之后，他终于能睡得安稳了。DAI 238，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5 Ambapali, the courtesan, and the Likavi princess。安巴帕利为沙黎城的橙花和利察维族的王子们。伊恩注：橙花这个是古印度的一种特色职业，象征一座城市的女神，工作是为贵族提供封城性质的服务。据说维沙黎整个城都因为它的存在而变得非常繁荣。安巴帕利婴儿时期被发现于一棵芒果树下，所以它的名字有芒果的意思。长大之后，它的姿容极其端丽，为了避免因争夺它而起冲突，贵族们于是达成协议，让它当了橙花。它的魅力带到佛陀在他来访之前，还要特地警告比库们要注意保持正念，不要被它迷住。DA 2.545，他在佛陀即将进入涅槃前，
经过维沙离城的时候，专程驱车前去拜访佛陀。在听讲之后，邀请佛陀次日到他的家里因供，佛陀默许了。在他离开时，利察维族的王子们正好前来拜见佛陀。他当时因为能够获权供养佛陀而自豪到没有给他们让路。两车交错的时候，王子们想要以重金换取供养佛陀的权利。安巴帕利说，即使把维沙离整个城给他，他也不换，如图中的拒绝手势。邻国的宾比萨拉国王和他发生过一段感情，生了一个儿子叫为马拉坎达纳。后来他出家成为一名出色的比库。安巴帕利晚年听了他儿子的说法，也出家修行，证得阿拉罕果。CK 206横线7。他此生之所以沦为风尘职业，是因为过去生他曾作为沙弥尼，和比库尼们一起敬拜舍利塔的时候，一位阿拉罕长老尼不慎留下一滴口水在地上。当时他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口水，但是冒出一句不敬的话：哪个有女在这吐的口水 ？CK 206横线7。PS。现在在 YouTube 上还能看到一部1966年的印度电影《Amrapali》，描述的就是他和宾比萨拉王的那段感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领略一下印度人自己展现的佛陀时代古印度的场景。要用代理软件才能看，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http://now/v底线show/id_show/xmceo_dm4mdiw.html 公元2012年8月8日测试有效，非中文。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6 The Buddha and Nakulapita。佛陀和诺姑罗父。伊恩注：诺姑罗父和诺姑罗母被佛陀称为是在家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对夫妻典范。在诺姑罗父第一次遇见佛陀的时候，就顶礼他的双足，称他为亲爱的儿子，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探望他们。因为诺姑罗父记得一些前世的事情，佛陀在过去生有500世都是他的儿子。佛陀当时为他们夫妻俩说法，让他们都证得了出果须陀洹。诺姑罗夫妻有一次请教佛陀，他们来生如何还能再相遇，并且再做夫妻？佛陀回答说，彼此忠诚、慈爱、有正信、持戒、布施、培养智慧，来生就还能在一起，如法住于此世间，同持戒与五波萨，事后喜生于天界，同受丰盛之乐乐。AM 4:54分。英文原文是说图里那位是诺姑罗父，但是个人从衣着类型和顶礼的地点推测，这位应该是巴谢纳的国王。那次是他和佛陀最后一次会面。巴谢纳帝王当时和佛陀一样都80岁了。他说他和佛陀同龄，同是沙地利，同是高沙喇人。佛陀故乡迦毗罗卫城实际上是从属于高沙喇国的一个属国，但是作为国王，他对人心的把握却远不如佛陀。比如他在会议上讲话时，经常被手下打断，而佛陀说法时，听众连清嗓子的声音都没有。他因此对佛陀致以最高的敬意。M89。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7 Talking with the Buddha and his army。劝阻维都达巴毗琉璃和他的军队。伊恩注：毗琉璃是释家族一个宫女和高沙喇国王巴谢纳的儿子。因为当时巴谢纳帝王想要娶一名释家族的公主，
于是释迦族用宫女伪装成公主嫁给了他。所以当毗琉璃王子16岁拜访娘家释迦族的时候，由于血统低贱，他坐过的座位被用牛奶来洗。这种巨大的歧视行为让他发誓一定要复仇。巴谢那帝王发现这事之后，一时废掉了毗琉璃母女的地位，后来在佛陀的建议下又恢复了。毗琉璃20岁时，趁巴谢那帝王当时出游，篡夺了王权。巴谢那帝王死在逃往摩羯陀国求援的路上，而毗琉璃很快发兵攻打释迦族复仇。佛陀精确预知了此事，于是来到两国交界处，在大军面前孤身一人，顶着烈日暴晒，坐在释迦族境内的一棵无法遮阴的枯树下，如图中情形。当毗琉璃王问他为什么不坐在高沙喇国境内的茂盛大树下时，佛陀回答：亲族之因胜他族。毗琉璃王会意并退兵。毗琉璃王此后又出兵2次，都遇到佛陀坐在同一棵枯树下，于是又都退兵。佛陀因为这事而承受的暴晒，让他留下了延续一生的头痛。UDA 265 API 300。毗琉璃王第4次出兵的时候，佛陀知道释迦族的业报，在过去世中曾经做过集体向河里投毒的事情，无法避免，就不再试图挽救。两军交战时，释迦族人虽然全副武装，但是无人愿意杀生，于是落败，全族人几乎都被屠杀。但是因为坚定持戒，全部往生天界。佛陀预言毗琉璃王7日之后就要死亡。7日之后，毗琉璃王的军队驻扎在一个干枯的河床上过夜，河水突发，全军覆没。从此高沙喇国的国土并入摩羯陀国。佛陀在有一次和外道讨论身业更重还是意业更重时，有提到一个例子说，的心自在者，摧毁一座城市只在一闪念之间。M56。所以即使佛陀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毗琉璃王仇恨再大，带着整个军队也是不敢硬闯的。当时的传统也是，如果军队行军途中遇到沙门，一般是要退兵。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8英文原文空缺。EN 注：这图里应该是佛陀进入涅盘前卧于沙罗双树下的场景。当时佛陀身上披的是居士福贵供养的柔绢金色衣。福贵原先是外道阿罗罗迦罗摩的信徒，他见到佛陀和僧团在静坐，身为那种宁静所触动。佛陀为他描述了禅定的境界之后，他就皈依为佛陀的在家信徒。佛陀即将入涅盘前的肤色极其光辉明亮，据说让这件金色衣披在身上时都显得失色。当佛陀以狮子卧的姿势右侧卧于沙罗双树下时，沙罗双树在非开花时其开花并散落，空中的天神也同时散花奏乐供养。佛陀却说这些都不是适宜的供养方式，他强调持戒正直、依法禅修才是对他最高的尊敬和供养。当地的摩罗族人闻讯之后纷纷赶来拜见，如图右端人群，因为人数太多，阿难达尊者安排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一团一团的集体礼敬。佛陀的一生108图传099 The Buddha's last conversion, that of the wandering ascetic Subhadai。佛陀最后度化的人，游方沙门苏拔达。EN 注：这一幕发生在上图接受大批摩罗族集体礼敬时，佛陀的身体已经非常疲惫。苏拔达当时还是外道行者，他听说佛陀即将入涅盘，连续求见3次都被阿难达尊者拒绝，
怕佛陀再受外道烦扰。佛陀独知苏拔达的心念，让阿难达尊者不要再阻拦他。如图所示的情形，苏拔达请教佛陀：世间有那么多的教派和导师，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真理呢？佛陀回答说，在任何刑法和戒律中，有八正道者，才有真正的沙门果。依八正道而行，这世间将不空缺阿拉罕。苏拔达听佛说法之后，立刻请求皈依出家。那时外道要加入僧团，都要先考察4个月。佛陀破例当场接受苏拔达成为比库。苏拔达出家后不久就证得阿拉罕果。佛陀进入涅盘前最后一句留言是非 adhama 坏灭之法 sankhara 造作聚合 apamodana 不放逸 sampaditha 去完成吧。所有的造作聚合都具有即将坏灭的特质，即由不放逸的努力去完成解脱吧。第16，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0个 Brahmin Dona Distributing Relics， 婆罗门多那分配佛陀的舍利。伊恩注：当时为了佛陀舍利的供养权，各方势力差点又起冲突。多那婆罗门劝说众人依佛陀的教导而忍辱无争，于是众人推选他用陶瓶平分佛陀舍利为8份：一、摩羯陀国的卫生院王；2、为沙离城的利察维族；3、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4、遮罗婆的拔离族；5、罗摩迦的居利族；6、毗留提的婆罗门；7、波婆的摩罗族；8、佛陀涅盘所在的库西那迦罗的摩罗族。各方领回建舍利塔供养。此外，多那婆罗门自己留下分舍利用的陶瓶，建瓶塔供养。毕波利瓦那的莫利耶族也派遣使者赶来，迟到了一步，只得到剩余的灰烬，于是建灰塔供养。在凡俗世界之外，龙王和诸天也得到了一些佛牙舍利，其中一颗佛牙舍利据说供养在33天。第16，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1 Assembly of the First Council， 第一次经典结集。伊恩注：世尊进入涅盘7天时，消息传到当时正在半路的摩诃迦叶尊者和随行的500比库，其中有一个年老才出家的比库须跋陀罗反而庆幸地说：这下终于没人制约我们，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了。于是摩诃迦叶尊者深感尽快结集经法和戒律，以免肆意歪曲者得势的必要性。当时僧团决定在王舍城过与安居时进行第一次结集，由卫生院王负责供养。参加者是由摩诃迦叶尊者精选的499位阿拉罕和阿难达尊者。除了参加者外，其他比库不得进入王舍城过与安居。阿难达尊者在举行结集前的一夜彻夜禅修，终于赶在结集前证的阿拉罕果，所以正式结集时是整500位阿拉罕。这次结集因此又称为500结集。会间由摩诃迦叶尊者担任询问者，五巴黎尊者诵答出律藏，阿难达尊者诵答出经藏。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2 Dispatching Sanathara and Uttarathara on their missionary work， 派遣唢呐长老和乌塔拉长老前往弘法。伊恩注：图中的场景发生在第3次经典结集之后，中间那位贵族应该就是阿首喀王。唢呐长老和乌塔拉长老此去的目的地是金帝国，据说这就是下缅甸的海岸一带，或是印度大陆东南角某地。
当时那里有一名女性的海神，每当国王有子嗣出生，就把孩子吞噬掉。2位长老抵达的时候，恰好有一个王子出生，因此他们一开始还被视为是食人海神的同伙。后来2位长老用神通驱退了那个食人海神，并且通过念诵梵网经，在那个国家周边树立了一道防护结界。当时有6万民众皈依佛教，贵族出身的3500位年轻男子和1500位年轻女子出家。从那时候起，王室出身的所有王子都取名为索努塔拉，就是2位长老的名字连起来。MHV.12.6 44F DPV.8.12 SPI 64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3 Dispatching of Bhikkhus on missionary works to the 9 regions 派遣比库前往9大地区传法。EN 注，同样是发生在第3次经典结集之后，记载中的9大地区就包括上图中的金帝国、今夏缅甸或印度东南角、和楞加岛、今斯里兰卡。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4 Presenting the sacred bowl tree to Sun Amrita 将菩提树种交给僧伽米塔。EN 注，在马辛德长老前往斯里兰卡弘法之后，当地的女众也很想加入僧团，包括当时斯里兰卡国王的王后阿努拉。于是僧伽米塔长老尼也被派往斯里兰卡去开启当地的比库尼传承。僧伽米塔是阿守咖王的女儿。阿守咖王一开始还不太情愿自己的女儿岳阳远涉他国去弘法，后来在僧伽米塔本人的坚持下，终于同意了。僧伽米塔当时还带去了菩提树的幼苗，如图所示，据说就是直接分贄于菩提迦耶那诸佛陀坐于其下得以证道的菩提树。幼苗被种植在阿努鲁塔普拉城的大寺中，从前是斯里兰卡国王的宫廷园林，后来供养给僧团作为道场，是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主要根据的，据说至今还生长在那里。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5 Kasithara Presenting Felicitations to Prince Pakasati 卡西长老为帕库萨提王子赐福。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6 King Asoka erecting the stone monument 阿守迦国王树立石碑。EN 注，阿守咖王是孔雀王朝的第3任统治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印度大陆的帝王。他登基时为佛陀进入涅槃后第218年。阿守迦王起初是打算继续扩张版图，但是受到攻打卡林加国时所造成的大屠杀场面的刺激，放弃了这种流血冲突的方式。在皈依佛教之后，他转而推行一种非暴力的政策。当时由于君王信仰佛教，于是大量外道为了各种好处也混入了佛教，导致教义和戒律一片混乱。为了净化僧团，阿守迦王恳请马辛德尊者的老师地沙长老出来主持局面。据说当时阿守迦王跪在河里，伸出右手迎接地沙长老的船，而碰触帝王的右臂，在那时是即刻处死的重罪。阿守迦王喝止了皇家侍卫，于是地沙长老持起他的右手，作为接受他成为自己弟子的标志。阿守迦王请求地沙长老展示一个神通以证明自己。地沙长老当场在他面前引发了一场地震。历史上的第3次经典结集就是在阿守咖王的护持下，由地沙长老主持完成。在那次结集中，三藏经典正式定型为今天的形式。
阿守迦王皈依佛教后，陆续在各地篆刻了记录自己征战历程和佛法教义的碑文，成为印度最早的文字资料，使得从那个时代开始，有可能对印度诸王朝的存在时间进行大致的估算。正是在阿守喀王统治下的孔雀帝国将佛陀的教法传播到了东亚和东南亚，让整个亚洲的历史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P.S. 2001年有一部印度电影《阿育王》Asoka 及阿守迦王，讲述的就是阿守迦王早年的一段感情故事，直至入侵卡林加国。影片中的几段插曲相当不错。片中的女主角据说是阿守喀王的第一个妻子，而著名的马辛德长老和僧伽米塔长老尼的母亲戴薇，她是释家族的后裔，就是上述毗琉璃王攻打释家族时逃难者的后代，则是第二个。影片里戴薇也有出场。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 http://www.youtube.com/mtv/28.htm 公元2012年8月12日测试有效，中文字幕。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7 Assembly of the Fourth Council 第4次经典结集。伊恩著，发生于公元前29年，由当时的一位阿拉罕摩诃拉奎塔主持，地点是在斯里兰卡一个叫阿路卡勒纳的山洞中。这次结集的特色是将三藏典籍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之前都是以传承者记忆和口诵的形式流传。这也是为什么三藏原文里有许多高度重复的段落，目的是为了便于记诵。当时斯里兰卡内乱和饥荒严重，而能记诵全部三藏典籍的比库越来越少，为避免经典失传，所以结集之后，将经典刻录在碑页上，流传后世。佛陀的一生108图传108 Assembly of the Fifth Council 第5次经典结集。伊恩著，这次结集发生于公元1871年，由3位阿拉罕大长老贾加拉比文萨、纳瑞达比达雅、苏曼加拉萨弥主持，2400位比库参与。地点是在缅甸的曼德勒，整个结集为期5个月。特色是结集内容被镌刻在729块厚12.7厘米、长167.64厘米、宽106.68厘米的大理石板上，如图，并建为一座佛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佛陀的一生108图传上一篇，秋季养生，素食也滋补。下一篇，中茂僧博士，孝有小孝，大孝即至孝，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4重恩，下救3道苦。唯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由于 SWFO 点 TW 域名因备案需要暂停使用，最短15天，自即日起请用 http://big5.swfo.tw 访问网站，特此通知。24638350台湾学佛网2004到2012